認識血液和涼血。血液和涼血是中醫理論中的概念。血液是指體內血液受熱邪侵襲或陰虛內熱導致血行加速、脈絡擴張引發的一系列熱象症狀。涼血是中醫的一種治法，指透過藥物或食物清除血分熱邪，使血液回歸正常循行，緩解血熱症狀。血液引起的常見皮膚問題：一、痤瘡、痘痘、粉刺；二、皮膚發紅、潮熱；三、過敏性皮膚炎、濕疹；四、紫斑、皮下出血；五、瞼癬、牛皮癬；六、蕁麻疹、風疹塊。血液皮膚問題的調理方法：一、中藥涼血療法；二、飲食調理；三、草本調整調理；四、調整生活方式調整。涼血草本成分、護膚應用：一、舒緩退紅，適合泛紅敏感肌，代表成分：左手香、野菊花、積雪草；二、抗痘消炎類，適合油痘肌、痤瘡，代表成分：甘草、白柳樹、魚腥草；三、修復屏障類，適合血液型敏感肌，代表成分：紫草、冬蟲夏草、龍血；四、淡化痘印、提亮類，適合血液瘀滯型暗沉，代表成分：薑黃、光甘草定、金桔、維生素 C。關注我們，獲取更多保養小知識。